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献上一颗清白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献上一颗清白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
展翅膀风升空，扶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曾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我灵安息，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膀风升空，扶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膀风升空，扶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好，休息一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说，让我们同起立，一起来敬拜。在新的一年，上帝要成就新的事在我们当中。我们用喜乐声音来宣告：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我们仰望你，因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要向你唱新歌，也要献上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主，我们的敬拜要从我们心里面发出，单单献上给你。愿主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持续的依靠你，仰望你的恩典跟帮助。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
献上。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映，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映，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映，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映，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主，你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使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无论外在境况如何，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困难如何，我们要安静，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里面，直到主你掌权。基督
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召聚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连结于你。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论我们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不论我们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能够安静在你的里面，知道主你掌权，主你也必施恩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多来在你里面享受那样生命丰盛的一个美好。我们仰望你，将我们聚会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还是这样祷告，顺便祈求，阿们。兄弟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敬拜。大家都吃到白饭吗？我们的会长上任第一天哦，让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会长上任第一天还要煮咖喱饭给你吃了，你大家不要嫌弃太多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我们在团契当中有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爱的服事，有时候是默默的。有时候只是一个打招呼，有时候是煮饭，有时候是各样的服事，但是让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在团契当中可以好像有一点那个爱的感觉哦，让我们不是只来听一些信息，来听一些东西，或者是好像经过这个时间哦。特别我知道今天对很多大学生来说，你们还有几颗啊？杨志还有几颗？2颗，剩2颗。我知道这边有6颗了，听说今天有8颗的不在我们当中啊。真的是在这个期末考当中，感谢主，你就今天还愿意到我们当中，或者你还在听直播的。我一直这个从以前我在进教会的时候，我一直对台上的人有一个期望哦，就是说，我花2个小时来教会，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好不好？我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OS， 大概我从12、13岁的时候，有时候听到一些，不是说那个牧者一定讲的不好了，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个团契整个是没有预备的状态的时候，心中就有一种生气哦，说拜托我来这边花我宝贵的时间，你还浪费我2个小时啊！但是我想我们来到我们青年团契当中，我一直很希望给我们的不是给我们更多知识哦，但我希望在每场信息、每场聚会当中，我也勉励我们的同工，一定是经过祷告、经过很好的预备，来邀请大家我们的饭食，我们每一个。就算并不是最精致的一个聚会内容哦，但是不是来浪费你的时间的。我对我自己、对各位的分享也有这样的期待。所以，如果你现在心中还挂碍着其他很多事情，让你没有办法专心在这边的，求主也帮助你，让你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但是今天青年团契绝对不是要来浪费你的时间哦。我们从2017年开始有再次有恢复这个周六崇拜的时间哦。大家还记不记得2017年呢？2年前的2月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的第一讲是什么？好，你如果记得的话，我一定要请你吃5克牛排，因为连我自己都快忘记了，所以你忘记是很正常的。那时候我在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爱与被爱之间。我们整年的主题有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哦。我一直希望从认识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词下手，让我们在理性，让我们在感性，让我们在生命的团契当中，可以一点点去经历哦。看一下这张图好不好？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啊？我在几次讲道当中都有分享我有跟原作者真的同意所以我没有盗图因为
在这个时代，版权是很重要。这是那个冯君兰牧师，也是冯君兰老师哦。其实他牧会的地方离我们不远，有机会我鼓励你去看看哦，在那个有福堂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教堂，但里面有很多他的摄影的作品，有他摆饰出来的作品。其中这幅作品是他应该在2016还是17的时候所摆出来。他有好几幅很有意思的，以台湾本土为取材的对象的，譬如说围城圣像，譬如说光与影。在这张我放出来的作品叫做接触，接触是一个黑人男性跟一个亚洲的女性啊，他们手这个接触的样子。这幅图有没有让你想到怎么样的图啊？一幅很经典的图。好，在一个很有名的国家，一个很有名的大教堂里面，佑成知道那幅图是什么？好，创世纪没错，对，我看到这个上帝的手跟亚当的手连在一起，对不对？让生命整个可以连在一起哦。是这幅图吗？怎么有点像又不太像啊？好，就是这幅图没错，只是稍微改了一下。这个右边图啊，这原本是上帝啊，但是它变成非面神啊。最近有一个很新兴的宗教叫非面神教，你有没有听过？很有名这在纽西兰哦，还有美国、台湾好像去年好像刚注册的样子，很有名哦。而且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都会说阿面，你知道吗？都会说阿面哦，很有意思哦。这个也是一个注册的宗教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哦，我们在2年前的分享说，在爱与被爱之间哦，说我们整个生命的追寻过程是包含我们信仰跟你对自己的追寻，对这个信仰追寻，甚至已经超越这个基督宗教的范畴，都是在一个爱跟被爱之间的关系哦。我们在2年前的时候，我也在不同聚会场合稍微有分享过这几个信息，跟大家很简单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是爱？到底是什么爱？因为我们圣经约翰1书说，这个神就是爱嘛。但有时候这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口号啊，你一直讲，但是你也搞不清楚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有一个很好的作家叫做鲁伊斯哦，也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跟我们分享，还有一本书叫做《Four Loves》的 Four Loves， 4种爱哦。那里面跟我们讲到4种爱啊，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稍微分享过，我很简单来提一个，第一个是需求的爱，然后给予的爱。朋友的爱，还有情欲的爱。什么是需求的爱呢？就是你很简单来讲，你很需要一个东西，你很需要一个披萨，你很需要一个饿被满足。对，有点像马斯洛在那个需求曲线哦，讲到最低层的那个你的安全感得到满足。第二个很重要是我们比较常忽略给予的爱。什么是给予的爱？你如果常跟我们的会长在一起就知道，他常常会怎么样？轩轩你要不要吃这个汤？陈祖你要不要吃这个？为什么？因为他还表达他的爱啊，对。但这种爱是什么呢？不是你真的很爱吃哦，当然谢谢旺生为我们准备哦。但是就是在这种给予的过程当中，对你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在外地读书或求学或者工作的？这边有一些外地哦，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回到亲戚家或回到妈妈家、阿嬷家，一直塞东西给你，有没有？年糕也塞给你。腊肠也塞给你，对，菜脯也塞给你，最后红包袋也塞给你，最后家里用很久没有用的东西也塞给你，对不对？哇，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东西呢？但你很难拒绝，但是表达一种爱。这种爱是怎么被满足呢？是我给了之后我就很满足哦，这不是你需求就很满足，被给的时候就很满足。我们有时候会经历这种爱。但如果不是太夸张的话，我想我们就接受起来。第3种是朋友之爱，这是讲到说你们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是你可以跟他说无话不谈的，跟他随便从很粗的话讲到很内心的话，你都会跟他讲的。哇，你要是有这种朋友，你真的要好好的爱惜他。最后是讲情欲之爱，什么是情欲的爱？很简单，就是你需要一个对象，对，这对象通常是一个人哦，你必须要。除非有人跟那个初音未来结婚哦，那就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就是你需要一个对象，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你必须要跟他产生一个关系，这是情欲之爱。很简单讲到这种，讲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常会体验到这个爱的感觉。鲁伊斯帮我们整理起来。
那第二个是很重要，是爱的语言呢。你体会到你生命有这种付出或者是给予不同的爱啊，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接收跟怎么样去付出哦？我们讲到这种爱的语言哦，这特别是在这个爱情关系，不一定是爱情关系哦，在家人跟你的朋友日常生活常会提到说，你要懂到别人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对，我很喜欢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哦，说有一年呢，我送给恩宇姐的一件从缅甸拿回来的一个羊毛的那个围巾哦，对，那还是我去缅甸的时候第一个买的礼物，纯羊毛的。他因为在台湾买很贵嘛，他去哇看到这个想说那时候还在交往，你要送给他这样。那送给他的时候，我就想说，他一定很高兴啊。没想到看他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而且他2年之内从来没有戴过那个围巾哦。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我送给你那条纯羊毛的白色围巾，你怎么不戴呢？他说，那像欧巴桑在戴的，你还送给我？他说哇，心刺了一下。想到你送的那个第二个接受礼物有没有？你要是送错礼物是很糟糕的，别人就不喜欢那个礼物，你老是要送别人那个礼物。所以你要懂得别人的爱的语言哦。有时候有些人哦，有一种倾向，很喜欢服务，对不对？喜欢帮人家擦桌子。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喜欢过的女生，就你默默的爱她，你就每天帮她擦桌子哦。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个女生每天帮我擦桌子，我想说她到底是在干嘛？我桌子又不是很脏。过了1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喜欢我。就那时候年纪太小，没有跟她在一起这样。但是她就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的爱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她爱啊，我只觉得奇怪，你很奇怪的每天中午来擦我的桌子这样。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爱的语言当中，你必须要了解到对方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对方喜欢你称赞他，那你不要一直为他擦桌子嘛，你常称赞他，哇，你好美，你好棒，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今天看起来容光焕发，你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世界都开了，对，you complete me， 对不对？用这种方式去鼓励，去感觉哦，对你的家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是不一定，有时候是精心的时刻，有时候是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你不要觉得一定是要这个要亲，还是要那个要牵手。我们在去年的这个福音服务队的时候，测出来这个爱的语言哦，很多特别是男孩子哦，很喜欢身体的接触。那怎么办？常常要胸撞一下，对不对？常常要这样抱一下。常常有时候男生不太规矩，喜欢偷逃一下。当然我是不鼓励这种行为啦，但是很喜欢这种男生之间要有身体的接触。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很好的。我鼓励你常常给人家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一个大的一个拥抱。讲到这个爱的语言，所以我们很快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不论是一种爱的表达、一种爱的语言哦，把它归纳起来的话，我们在2017年的我在那里讲的，我最重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核心的讯息，也是我今天又要借用这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的奥古斯丁。在他一本博本的一本书《忏悔录》里面呢，他讲到他整个生命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这本书里面好多经典的话，其中一句是这个，他说：“我生命当中唯一渴慕的，就是爱与被爱。”用英文翻出来这样，原文是拉丁文，我不会。The single desire that dominated my search for the light was simply to love and to be loved。他写的这一本书哦，你如果有空的时候你去翻一下，你如果没空去翻，至少你把这句话翻出来。他说就是不好意思，这就是我写这整本书，甚至是我这一整生侍奉的目的，在我不论是信主以前还是未信主以前哦，他这本书在讲到他信主跟信主前跟信主后的差别，因为他是属于浪子回头型的。在信主前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哦，那后来有一段很大的忏悔哦，所以写成这本书叫做《忏悔录》。但是他说呢，我不论在信主跟信主前跟信主后，我有个东西没有变，而且我认为这个完完全全是正确的，这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我打从我心内自发的对生命的追寻，我发现我生命当中唯一渴慕的，就是我要付出爱，而且我要得到别人的爱。我要得到别人的爱。所以在他生命当中，他用很多正确，用很多错误的方式去付出，也去给予
也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也在他自白的过程当中，他也承认他伤害了许多的人了。但是他是在他整个生命自白当中，只是他在信主前跟信主后，他是生命这个爱的火从来没有停止去燃烧过的，而且他归纳起来是他的生命当中唯一，他为什么要活着，就是爱与被爱。那我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追寻过来啊，从开始接轨过来，就是他也有一句，后来他开始阐述他生命的过程，他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他说他开始追求上帝哦，当他有一段追求的过程，他的妈妈为他祷告，他去教堂去寻求，他也跟一些知识分子，那他也听了一些有趣的讲道，也听了一些他认为很烂的讲道，这样。但是他开始追求上帝，他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的话，他说我开始追求上帝是为什么？他说跟我前面很有关，他是说是为了追求快乐。他说我为什么开始追求上帝呢？我为什么开始用这些外在行为呢？他说我为了要追求快乐。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跟上一句话是有关系哦。他说我在追寻的就是一个 happy life。但是我人生过了一大半了，我发现用我自己的方式，好像追求的这个 life 哦，好像没有那么 happy 呢。又回到他刚才所讲的，我翻译作我生命唯一的渴慕，但是他原来的比较意思，他说我在追寻的那个快乐的感觉，就是爱与被爱。所以回到今天这个更经典的这句话，他说我开始追求上帝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啦。对，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很直白。那我今天用一个观点来跟大家讲，就是用记忆。对，你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人呢，头脑不太正常。对他特别是当了主教以后，大概牧会那个牧头脑坏了，所以就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开始写很多书哦。他写的书哦，大概你用一生你去念都念不完呢。那他开始思想，他说为了追求快乐呢，他就去想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很关键了。他说我开始追求快乐，那我这一生不论我有没有信主，我也很清楚，我从我的直觉知道，我就是要爱与被爱，这就是很直觉的东西啊。但是他继续回头去想，他说我追求快乐，特别是快乐生活。他说我怎么知道有快乐的生活这件事？你听不懂这句话？好，假设譬如说我要追求养号好了，对，那我一定是知道养号很好嘛，对不对？我知道他身高185，对，有6块腹肌，对，大概是台湾1200万男人里面排名前5 PR 值温柔的，对，类似这样啦。讲太夸张，你不要回去太高兴，这都不是真的。好，但是我总是要对他有一个，对不起，每次坐前面被我拿来做比喻，但是我总是要对他做一个，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嘛，对不对？今天早上守贞老师来跟我们说，他做这精神科医师很久，总是要评估一下才能对症下药。但这个奥古斯丁要评估，他说，我要开始来信上帝看看哦，因为我就是要追求快乐的生活。但是我怎么知道快乐的生活是什么东西啊？说我脑筋里面打从何时开始出现这个观念，说，追求快乐的生活，这是一件值得追寻的事情。你听得懂这件事情吗？你听得懂这逻辑吗？就是他说，快乐的这个生活到底从什么时候进入到我的脑筋跟我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有一个直觉说，我要这样来追求。虽然这已经是有够直觉的东西，所以他很无聊，他这个人真的很无聊，所以他继续去追寻。他说那我这一生我所感受到的，我所想到的，我所经历到的每件事情，跟我的记忆都有关，了。他就开始去回想，开始去整理这个记忆是什么一个东西哦。他后来呢，他用一个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哦。他说记忆就像一个仓库一样，里面埋藏很多宝藏哦。对，有时候你会不会从你记忆里面挖出一些宝藏出来？有些是快乐的记忆，有些是悲伤的记忆，甚至有时候是潜意识里面连你都不知道的记忆，对不对？他说这记忆好像是一个宝库里面，我好像我感觉我要吃牛排的时候，我今天
我要来去这个文林路大块牛排吃一下，200块。我心里就回想说，我感觉到这个牛排这个嚼感，我感觉到这个200块付出来的这个心痛的这个 CP 值，我感觉到我走路的有一点累的感觉，但是还能接受。好，我这个记忆在瞬间，这个你的脑筋整理很快，这样整理过一遍之后，你从记忆的府库里面你抓出来，好，那你就去你会开始你真正的行动嘛，对不对？好，或者是我再举另一个比喻，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喜欢喝葡萄酒的，会品酒的？我一直找不到会品酒的朋友。我有一次看一个电视节目，我觉得非常荒谬。那他说这个品酒大师，然后2个人呢，就你有没有看过这品酒节目？拿一块野餐布，然后在那个酒庄呢，然后每个人然后打开一瓶酒，然后在那边摇，要让空气进去一下，让它氧化一下，但不能氧化太久，然后进去闻一下，然后这样喝一下，然后这个第一口氧化的感觉跟10分钟氧化的感觉还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节目，那他就在跟这个很会品酒的大师呢，他在跟另一个人解释，他说怎么品酒。他说你回想一下那一年的夏天的气候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手上拿的是1998年的夏多内的那个白酒，你回想一下1997年的夏天7月的时候，那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那你大概就知道这株葡萄种起来是怎么样的。我就看一看想说，哇，这种骗钱的节目也可以上映那么久还可以全世界葡萄酒的产业那么大但是我想有些人也许你真的看到那个年份的1997、2008，你真的可以回想那一年的夏天在那个地方不论是在法国的南部，在加州的哪里，是在美国的哪里这个那时候气候是怎么样？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根茎吸收那个阳光跟大地的自然之后，它长成是怎么样的？去体会一下。但是虽然这个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是从他的记忆的府库里面去回想那一年的夏天，甚至从他背后所体会过的那个酸甜那个葡萄酒那个风味。听说那个葡萄酒还有各种风味，你知道吗？有栗子的风味，有水果的风味，放在不同的桶子里面，还有那个桶子的那个风味会让它发酵。哇，这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我自己一直没有这种朋友，跟我也学不会这种技艺你说我觉得上面都已经太虚幻了，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这面叫《全面启动》？好，你如果忘记这部片的话，你记不记得里面有在转陀螺啊？好，这个听说这个潜意识不知道有几层你进入到你一个潜意识里面，就可以多增加10年所以这个里奥纳多不知道是潜入潜意识的几层，第7层的样子好像会永远沉睡醒不开来说在这个潜意识里面，你可以堆筑你的城堡，堆筑你的世界，然后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甚至在里面有快乐，有任何你想要的记忆，你可以快乐记忆、悲伤的记忆，然后你可以把它叫出来所以在这边全面启动里面这部片好像超过10年但我至今还是认为是是经典的片我认为经典的好莱坞片前3名，你有机会去看看甚至在说这个全面启动里面，你还可以进入到别人的潜意识里面，为他植入一个梦，有没有？为他植入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解释跟没有办法去跳脱的一个情境，让他在现实生活会去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我想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就是说在你的记忆府库里面，不论是你记得或者是你不记得的，好像这些东西，你记得颜色，你记得的情感，你记得的香味，你记得的爱恨情仇，你记得的梦想，甚至你所不记得的，但是存留在你这个记忆的府库里面，对你现在所作所为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你同意这一点吗？同意这一点吗？好，所以在这边我稍微做一点简单的延伸这个有人说传道在讲台上最好不要扯到政治但是我想我们政治就是整个是我们包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前3个礼拜参加一个在探讨说我们的身份认同跟信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传道他是特别在
在那个研究日本时期的台湾人的性格。那他说呢，他的简单的结论呢，他说日本的在台湾的基督徒呢，在台湾基督徒后来也非常承认自己是日本人，而且认为自己传道啊，就是为了要报效国家，为了报效天皇。那他说，这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台湾的基督教史是很少去被提的，但是我们常常会经历的一个过程。那我不知道你在现在，我不知道你还会去看政治新闻哦，还是说，那是老头子在看的东西哦。我现在不喜欢去看那些东西，那太烦了，这每天柯 P 跟那个韩国瑜吵不完啊，讲那么多干嘛？这样，我想还在这种整理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传道，他不是要，我想他为我们整理出一句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也是。我认为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处境。他说，台湾从日本童话主义到中国国族主义，极端意识形态浇灌下，不同的历史记忆错乱堆叠，交织成激烈撕扯的政治认同问题。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或许这个对你有点太文言了。我讲一个更容易明白了。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长辈是受过日本教育的？有没有长辈？阿伯哈，我记得我阿公哦，我最记得他受日本教育哦。但是当然他会讲到日治时期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我大概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有一句口头禅哦，让我永远记得他是受日本教育的。他每次生气的时候，他甚至会对我阿嬤这样说：“八个亚罗”，他这样骂，混蛋东西这样，八个亚罗这样。这句霸气万千的这个把它念出来之后当然。我就知道他对于这个从小受这个日本教育，这个他对日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认同的。那我不知道你从小你有没有写过那个蓝色的那个本子，上面是做个堂堂正正的好学生，做个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没有时代离我太久，让我感觉到自己年纪逐渐老迈哦。感谢主让我可以用更高的一个广度来跟大家思想，不是要跟大家扯政治。为什么要讲这个？是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特别是在这个为期不长的这个殖民历史当中，不同政府的这个意识形态，你知道吗？很强，不断的在借着教育浇灌我们。那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怪怪的，或者不想去想为什么？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记忆有一点错乱哦。你到底要认同什么？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原住民，还是什么都不是？你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认同了。这是跟你的记忆是有关系的，跟记忆是有关系的。那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哦，就是当奥古斯丁他继续在写这些书哦，我当然用的不是他的例子，但是我用的观念是他在想，我记得这么多东西哦，但是他后来想到一个。中间他卡住了，他说：“那我到底怎么忘记的？”他说：“我要记得呢，我就是去我记忆的府库里面 ，OK， 拿一个东西出来 ，OK， 玩一玩，然后我再把它放回去。那有时候是我不愿意哦，有时候有没有感觉一些伤心的情绪出来？是因为你记忆的其中一个门突然被打开了，很多垃圾洪水突然流出来了，门关不起来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你是怎么忘记的？你怎么忘记的？我常常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教会当传道，我常常碰到这个人，我就要问一下这个丽娟园长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突然忘记了，就是记得他的名字，但是忘记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很熟悉哦。这是还部分记得，但是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今天早上起来那到中午你就一直觉得怪怪的，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忘记做什么事情一直到晚上还想不起来，然后你越来越着急，说我到底忘记做什么事情了？你就记得自己忘记了，但是你就忘记了。但是你怎么记得自己忘记的？你从来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可能到10点的时候，你突然在睡梦中你想想忘记打电话给那个人了糟糕了，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是你到半夜10点你还想不起来。但是那个你忘记的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而且很着急我怎么忘记我想起来，但是就忘记了。
啊，你怎么记得？你忘记了？奥古斯丁说他在思想，他原本想说这个记忆的府库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比喻但是他再去思想，他说但是我怎么忘记的？我提不出任何模型跟任何理论呢。好，这个东西我逐渐要进入到，你如果记得这个观念就是说，你如果记不得一件东西那你怎么样去感受它？我再说一次你如果连一件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你都记不起来了，那你怎么会对这件事情会有感受？不论是去爱它、去恨它、去操作它、去遗忘它、去跟它相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却有这么矛盾，而且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件东西，你知道吗？好，你如果不知道，你来念一下这段经节你如果对刚才这个记忆你有点吸收，你会发现这些经节到底在讲什么，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1章8节。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看不见，你们却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好，你有没有见过耶稣啊？你有没有见过？不论是祷告还是实体的，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讲话？有些人宣称他有在祈祷、在默想当中，但是不论你有没有看过他，或有没有见过他，你来看看这个彼得对基督徒的劝告：你们没有见过他，却要怎么样爱他？你们看不见，但是你们却因为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你有没有觉得？请问这句话是一个正常人写吗？你想一下，你刚才你的记忆是怎么样运作的？你感觉一个牛排很好吃，你从你的那个记忆的府库当中抓出你对牛排的一个感觉，然后准备去吃牛排。虽然这都是在瞬间当中完成的事，你很想追求一个人，那你可能是之前稍微去调查过他，或者只是看过一眼，但是在你的记忆府库当中，对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去抓住他。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上帝，你却要爱他，不止还要爱他，还要信他，还要对他有一个充满荣光的大喜乐。请问这神不神经病啊？你有没有觉得这很荒谬？好的，底下人有点搞不清楚，感觉到今天有点来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听传道讲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你如果仔细思想一下，你记忆运作的过程，你为什么要思想运作？因为这就是你整个追求人生的快乐跟追求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在你的记忆府库里面可能有这个档案，或者曾经有这个感觉，所以你去追求它，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信我们的上帝，但是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上帝连了解都不是很了解，而且从来没有看过他显现在你面前，你从来没有抓过他，跟他有一段对话，那你要怎么样爱他，怎么样信他，甚至对他产生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有没有神经病啊？好，我稍微来跳开话题啊。那2016年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部片，有没有看过啊？有人可以讲出这部片的那名字吗？你的名字，这边有没有人没看过的？没看过对不起，我等一下会稍微剧透一下，所以你没看过，请原谅我一下。哇，这部片真是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很中二啊？为什么？因为这部片就是主角就是高中2年级啊，对不对？动漫一定要高中2年级才会好看，对不对？这大学生来演有什么好看的？对不起这边各位大学生跟社青，动漫呢一定要这个中学生来演。我还记得我以前看那个元气小子的时候，是元气小子吗？看那个整个那个学校打开来，那个有水冒起来，哇，有那个机器人冒起来，然后他们合体了。我想说，哇，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幻想我的学校也会这样翻开来，然后那个水会上来，有机器人会起来。你知道吗？你就是要高中生才会有这种不切实际，但是却远大却美丽的美好的梦想。真的希望有高中生在我们当中。好，你如果没看过这部片的话，很简单来解释一下，这部片是在讲一个这个时空
这个错字的事情啊，这2个高中生他们身体交换的一个事情啊，你们有没有跟女生交换过身体啊？怪怪的哈。对，但是里面讲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这个身体交换的时候，一开始说，奇怪，我怎么会落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是生活在东京新宿，他每天就挤着电车这个上学哦。这个女生呢是生活在东京近郊，差不多4个小时，在这个好像叫做一个叫做飞弹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哦。这部卡通有经过很多的查考，但是那个地名是虚的。那它是一个日本的神道的祭司的一个女儿，对，然后一个是独生子，一个是一个大姐，然后有个妹妹，那一个是生活在都市，一个是生活在乡村，而且2个人还差了3年，你知道吗？他们生活互换的时候是2016年跟2013年互换，但他们在生命当中这样互换的时候，原本对彼此有一个很大的猜忌哦，而且想说搞什么鬼？我怎么一大早起来，我干嘛要过这种生活啊？你有没有一大早起来想说，天哪，主啊，我干嘛到底要过这种生活？干嘛起来上学？我干嘛起来赚钱呢？我到底是得罪谁？干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过这种呐喊呢？你说没有过这种呐喊的话，还没有跟我一样悲观呢。感谢主。但是这个片头一早上起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中二的一个开头啊。他说早上起来，这个片头开始说，早上醒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哭，但是我就哭了。昨天做的梦，我怎么样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重要。接着他们就开始交换日记，交换身体哦。他们一个人拿着 iPhone 6，一个人拿着 iPhone 5哦。每次交换的时候，就在自己的 App 里面先打一些秘诀跟细节哦，让对方可以知道，今天要跟谁约会，要怎么样工作，要怎么样干嘛，很有意思的一部片哦，鼓励你去看一下。我剧透已经太多了。那到最后呢，他们要在时空当中要一起相遇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个女孩子所在的这个村子呢，最后是这个被陨石所击毁的，所以他们感觉到他们2个人相遇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能不能回到过去，能不能够把这个把这个陨石把村落消灭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让他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而且在他们个人的这样的交换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发现，爱上了彼此。有没有觉得很中二啊？你要觉得很浪漫好不好？感觉你还有一点赤子之心。但是有一句很揪心的事情是，他们终于在卡通当中，终于在那个湖的旁边相遇的时候，然后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快要消失了。他们最后他们说拿了一支麦克笔，在彼此的手上说要写上彼此的名字，至少我不会忘记你是谁。最后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是，他还没有写成之后就消失了。但是男生在女生3叶的手上写了这个字，有没有人看得懂日文的？日文系的，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你说念日文，他是讲，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愛してる，愛してる。哇，会笑的人就表示有跟我一样从小看过日剧哦。现在年轻人没有人看日剧嘛，现在都要撒浪嘿哟，对不对？他最后他没有写下3叶的名字，只有写下愛してる这样，然后2个人就这样分开了。哇，真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样。这个梗好像铺的不太好啊，大家没有很感动的感觉，传道人摇头了。好，但是这扯了这么多，那我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他连名字都不记得，而且他发现2个人在分开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交换过身体哦。而且他们在手机简讯呢，或在生活当中那些有的蛛丝马迹全部消失了。但是，如果我不记得你，我会爱你吗？如果我不记得你，我会爱你吗？好，我剧透已经太多了，但是最后这个爱的感觉还是在了。最后他们怎么复合，就请你自己去看了。
好，我扯了那么多啊，这个铺这个梗好像铺的不太好，大家快睡着。终于回到我们奥古斯丁啊，这个很无聊。这个最后奥古斯丁他在寻找他记忆当中的府库，来寻找他过去所犯的下的这些错误。他年少的时候做过很多轻狂的事情，甚至跟好多不同人发生过的关系哦，男人女人都有啊。曾经很多时间遇见拒绝上帝哦。他最后他找到上帝的那一刻，他说：“主啊，我真的太晚爱上你了，我真的太晚爱上你了。你是如此古旧，又如此的新颖。”英文的发音说 ：“Late have I loved you, beauty so old and so new。”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跟大家传讲的信仰，我一直希望能够把一种感觉传讲出来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光用文字是没有办法传讲，就是我们不是要信上帝啊，你不是来听某些课程，然后把它消化进来，或做某些服事、某些职位，或者进行某些活动，甚至去关心某些人。我们在信仰一直在想要传达的观念是：你能不能爱上上帝啊？因为上帝早就已经爱上你了。但是上帝好抽象，什么是上帝？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经节，几乎是神经病写出来的。你看不见他，你却要爱他；你看不见他，却满有荣光的信他，且发出大喜乐。最后，奥古斯丁他还承认哦，他说：“主啊，我在我的记忆的府库里面呢，我找不到你，但是我也找到你了。我找到你是什么呢？”他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主教，他可以用各种信仰的名词，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光，你是我患难中的帮助，你是我随时什么，他可以用这些圣经的语言，但是他感觉这些圣经语言形容不了上帝，他只说：“主啊，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食物。”他说：“主，你是一种拥抱，而且你从好久以前就拥抱了我。”他最后说：“主啊，我说不出来了。那我在哪里找到你呢？不是在我记忆的府库里面，因为那边即使我追到我深层记忆的第8层，我也找不到你。”他说：“只能在你里面，在我的上面，我找到你，就是在我以外，我找到你了。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面有残存的你对我的爱，跟我对你的爱。”好，所以我爱什么？上帝是一种光明，一种食物，一种拥抱。我刚所分享的，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在教会有时候，特别你在教会生活很久了，有时候你会对信仰的语言你会无感，对吗？你听到上帝是供应者，无感；上帝是牧者，就挂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彩色玻璃，无感；上帝会回应我的祷告，我无感。因为这些言辞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应你对信仰的一种感觉，它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它在你记忆的府库的某个地方，但是它没有办法连接到你很深的感觉，没有办法连接到你是不是有时候你在唱诗歌，你在自己祷告，或在生命的某一时刻，你可以感觉到那种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虽然可能只是你生命的一瞬间。最后，奥古斯丁在他这个整个追求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他说，他写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回家，然后看一个东西，一个很无聊的东西，但是让他着迷很久。他说，看那个青蛙在吃虫，你有没有看过青蛙吃苍蝇？你们生活怎么那么无聊啊？你打开 YouTube 看看好不好？那个慢动作，那个青蛙伸出那个那个舌头，然后就 check 把那个苍蝇拿住，然后再伸回来。真的是超级超级有趣哦！我可以看一整天都没问题啊。尤其现在 YouTube 还有4K 这个慢动作60 FPS 重播，你一定要回去看看。但是奥古斯丁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自己曾经有个经验哦，刚好应该是我们2011，不是去年，是前年
2017的时候，不知道石头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在前面布道，哇，前面讲的好精彩哦。但是后来没有人在听那边布道，因为前面有一个好精彩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跟这个一样，是一只蟾蜍哦，在那边吃那个下雨的时候就那种，你知道那种白蚁吗？那种或者我们叫那个雨蚁啦，对，雨蚁哦。啊，那时候因为下雨哦，哇，一大堆的那个雨蚁就跑过来啊，刚好就有一只蟾蜍，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那个弹吉他的前面，哇，那次蟾蜍好兴奋的，在那边吃啊。结果大家哇，那个前面讲到弹吉他的人好卖力这样，但是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所有人都在看那只蟾蜍，你知道吗？看了大概10分钟之久，我也不太好意思把它移走，有一点在那边待，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石头，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2017的时候，你知道吗？奥古斯丁在家里，虽然奥古斯丁他没有那个 YouTube 4K 可以看这个。但是他就感觉到他人生有一个很大的顿悟。他说：“我走了这么一遭哦，那在我追寻的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也做过浪子哦。那我现在回来，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再一次追求上帝。讲到追求上帝，关怀人，追求上帝；写作追求上帝，去关怀那个弱势，追求上帝。你不要以为奥古斯丁他很好啊，他在那一段时间是那个北非动荡最多了，他最后是在战乱当中死掉了。”但他说：“为什么我自己哦？他不说别人，他说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办法追求上帝呢？他说：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有趣的东西，值得我去看，而且影响我去看了。他说这些东西让我分心了，让我分心了。就好像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前面人讲的多么卖力哦，但是所有人只想看那一只蟾蜍，他如何把前面的大概20-30只的那个蚂蚁把它吃掉，因为实在太有趣了。虽然前面人讲的很卖力哦，我不知道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你有没有曾经对上帝有一点感动？你对信仰有一点想法？你在祷告当中你也得到一点回应，但是这些东西被你的困难、被世界上的声音、被你许多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在许多人的嘲笑，跟你许多的内在的小宇宙，许多的对话当中淹没了。最后你看到的就是蟾蜍在抓青蛙，但是你看不到造他的上帝是谁。最后奥古斯丁说：“他说世界上上帝所创造这些都是好的，包括上帝创造这么有趣的。我鼓励你回去一定要拜托打开 YouTube 看这个影片，好不好？你就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会着迷。他说，包括蟾蜍去抓这个昆虫，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行为。如果不美好，你怎么会被吸引呢？但是这些美好的事物却抓住你，掳掠你，让你渐渐忘记背后造他的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抓住你的是什么，对你的严厉的提醒是什么，对你的温暖的拥抱是什么？那些感觉，你把它丢在记忆的府库的最深层，不愿意把它挖出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到那时就全认识，如同主认识我一样。我们一直在分享的这个认识与被认识，爱与被爱，永远知道，就算在你的记忆的府库里面呢，没有这个曾经爱过上帝的感觉，但是在上帝的记忆的府库里面有你的影子，在上帝的记忆的府库里面有你的影子。这不是我随便乱讲，你去读诗篇。你未出母胎以前，你成型的体质我已经看过。你所流的眼泪，我装在皮带里面，它有几公升，我所知道。你行走，你躺卧，我都细察。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上帝把它放在你的记忆的府库里面，而且他甚至你对于有时候我们接下来几集要谈到认识自己，你连说我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已经认识你，而且非常的爱你。那样的爱你不是只对你一种好像一种有热情的爱，他非常的关注着你，而且对你的生命
有一个计划，对你有个计划，而且他很渴望有一天能够面对面跟你认识啊。你知道这在其他民间宗教信仰来说是很可怕的。你知道你在民间宗教信仰，甚至很多人来拜上帝哦，为什么要来拜上帝或拜一个神？因为我可以得到丰衣足食，因为我可以得到事业顺利。过年了，很多人要去台北有好几个这个寺哦，去拿一点那个求财的那个钱，有没有？跟庙里借500块，希望我这一整年能够顺利，有没有？对，但是要把这一尊哦供到我家里，随时来跟我躺卧我起来，你都细查，你要不要？哦，恐怖死，我才不要，对不对？我们前阵子在回想这个，我们在分享一本《天堂村》哦。天堂村有一个问题哦，你想想看哦，要是天堂，有所有你喜欢的东西，但是没有耶稣，你要不要上天堂？很多人会愿意上天堂啊，为什么？因为你爱的是那些东西啊。但是上帝在跟我们讲到，跟他面对面跟我们讲到说，最荣光的那个天堂，不是给你一些好处。当然，他身为我们的父亲，一定希望把所有我们的好处给我们。但是，在这个信仰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我几乎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是，他希望跟你面对面，希望跟你认识，希望跟你谈话。我曾经分享过，在这1年来，其中一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片子是那个小屋啊。其中有一个让我最感动一面呢，是上帝化身成一个黑人的女性的形象，在厨房里面干嘛？擀面包。他就跟他说：“要不然你就一起来擀面包，一起来擀面包。”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还要我一个人看呢，我在那边痛哭了10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我的记忆的府窟里面，那个认识有一个感觉，有一个香味，有一个拥抱，有一个亮光被挖出来，我没有办法来形容它是什么。不是上帝对你说什么话，但是就是面对面的跟他在一起，跟他聊天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来体会这种感觉哦。你如果没有办法体会的话，上帝实在是很希望跟你有这种全认识的感觉。他不是要来祝福你一些东西，不是要给你一些命令要你遵守，不是来责备你一些东西，不是只是说你还该做一个什么好的基督徒，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做。但是他实在是希望你来认识他，因为你在他记忆的府窟里面，而且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说基督教的挑战是无神论哦，或者有很多异端哦，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认为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人啊，因为人越来越厉害。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机器叫做 AlphaGo？ 它在2017年的时候击败哦，听说叫做中国的世界奇神，一个叫做柯洁的一个人呢。这个柯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下棋好手，不论日本的、中国的、台湾的、美国的，没有一个人用围棋打败过他。但是有个人写了一个围棋的这个程式哦，大概在20年前哦 ，IBM 就已经用这个程式写出来打败世界的象棋跟西洋棋王了。但是你如果玩过围棋，我自己对围棋没有研究，但是听说围棋的这个步数实在太复杂了，连这个20年前电脑的科学家要写出这个围棋的人工智慧程式，没有人写得出来。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人开始写这个 AlphaGo 这个围棋的程式哦。一开始这个围棋的程式，哇，这个世界围棋好手想说，哇，机器哪有什么，围棋博大精深啊。但是这个机器经过3年的发展的时候，从2014到2017年了，击败了世界第一棋王，而且这个世界第一棋王再也没有办法打败这个电脑。你觉得这个电脑有没有厉害？这代表我们人工智慧的进展啊。好，这个图啊，是听说我们已经放过这影片，所以我就不再放了。在美国有一个机器人公司叫做 Boston Dynamics， 你说去看过？它跟 Google 合作，也跟美国国防部合作，它造出来机器人好厉害哦。你出去看一下，我好像给大家看过这个影片，所以我就不再放了。这影片，你知道这个机器人可以干嘛吗？它除了不能跳街舞以外，它大概都可以做。它可以后空翻，它可以开门。它可以侦测各种东西，你推它，它倒下来，它会自己爬起来。你有没有看过机器人自己爬起来的？
这个 Boston Dynamics 哦，它再发展10年哦，大概魔鬼终结者就要出来了。好，这更厉害的东西并不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科技日新月异哦。你现在拿的手机，你如果拿最新的话，里面的 RAM 哦，大概已经超过你5年前的电脑，有没有？而且你现在买最新的手机，你都有个焦虑哦，因为你再过2年、3年，顶多5年了，它就变成电子垃圾了，有没有？我们现在的科技才在发展太快了，但是，我想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不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人类发明出各种仿生的科技哦，而是我们人类到底该往哪里去哦？这本很有趣的书叫做《人类爸的命运》呢，一个犹太的科学家叫哈拉瑞。他在讲说人类的命运是什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哦。他特别是在跟资讯科技相关的，我觉得写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有一点前瞻性。其中有一段他是这样写哦，他说万物互联网哦，就是我们常讲说 big data， 伟大运算法会告诉你，你该跟谁结婚，你该挑什么工作，以及国际间该怎么开战。你相信吗？为什么？你想想看哦，不要说5年后了，你现在哦，你要是愿意把你的人生的所有的细节哦，上传到一部超级电脑上面，包括把你所有的个人资料上传到 IG、Facebook 跟 Google 上面，然后呢，要他帮你运算一下你的人生，你跟谁交往比较好？你找到哪个工作会是几率最大的？你现在在哪个国家有最多的竞争机会？甚至在基金股票，你有没有办法在哪个瞬间哦抓到那个市场跟那个运算的落差，让你赚一小笔啊？甚至哦，国家该开战，到底台湾跟中共打62%会赢，38%会输啊？这是我随便乱编的啦。但是要是有个超级电脑，综合国防各种资讯，运算出来这个结果，公布在台湾人面前，你觉得有多少人会信？我觉得200%的人会信，对不对？大数据的力量，大数据的力量。所以这是在跟我们讲到说，你如果愿意抛弃你所有的隐私哦，我们有几位兄弟姐妹刚从中国回来，我感觉到中国现在已经变满了各种的那个摄影机哦，你走到哪里都像楚门的世界一样。你走到哪里付出微信，你买任何东西哦，你连买2颗蒜头，习近平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它可以让你过幸福的生活，你要不要？我不知道，这留给我们来做决定。但是这不只是在讲到中国这个极端控制，而是在讲到整个世界，在这个极端互联网跟科技日新月异之下，请问我们还需要神吗？请问我们还需要神吗？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哦，这不是哈拉瑞取的，是我取的，叫做 Data Almighty， 全能的数据。你如果对过去的数据哦，这还不是讲未来的数据哦，有足够充分的了解跟足够强大的运算的话，你对于未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相对强大的，几乎像神一样的掌控？你同意吗？那你说这样我们还信上帝干嘛？我认为最大的挑战真的不是那些所谓异端哦，什么佛教什么教，是人类自己啊。但是在这样的极端的科技发展底下，我们发现人类越来越空虚哦。然后在广东哦，前阵子看到这个香港端传媒啊，看到广东最近兴起一个很大的一个制造业，叫做实体娃娃工厂。实体娃娃讲到的是比较文雅一点，这是叫做性爱娃娃。对，我想我们这边都18岁以上，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没问题啊。说哇，这个每个月卖出超过1万还是2万个我数据我没有详细的去统计啊。然后这个实体娃娃原本是德国跟日本发展的最佳科技最佳进步，说这个性爱娃娃这个不只是这个摸起来一样，现在还把人工智慧也把它加进去哦。但是我看到这个娃娃，我真的有点害怕，有点害怕。看到这个娃娃，我来跟你说，轩轩，你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晚上咖喱饭好吗？你会不会毛骨悚然呢？会不会毛骨悚然？但是他做的越来越像之后，底下是一个爸爸
这个家里收集很多这个娃娃，但是他做的不是做性爱的用途，他做的是这个摄影的用途。但他几个女儿还坐在旁边呢，我不知道他女儿怎么能够承受这些娃娃在他家里，我觉得有一点害怕。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哦，这个端传媒他讲到是，他分析的一个事情是让我感觉到害怕，也让我感觉到恐惧，也是让我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世界信仰仍然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有越来越强大的运算、越来越方便的科技，你出门你几乎不用出门哦，你可以叫到任何的食物，你可以在家里独自生活，你也不需要出去跟人有交流，你可以接触到任何的资讯的时候，人们对于人跟人互动的本身，事实上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渴慕，对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些性爱娃娃要做的越来越像真人吗？有时候他们是做性爱的用途啊，当然这个也是跟中国的那一胎化有关系哦。好多男孩子找不到伴侣，对不对？所以台湾快要被攻陷了，对，被中国男人攻陷了。对，各位男人，你们要小心了。中国大陆最好的前100%的10万的最优秀的男人来抢我们台湾的30岁以下最优秀的女性，你想你会不会被抢走？各位男性啊，你们有点警觉感好不好？好，但是在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讲到说，哇，原来人对于身体的接触，对于实际的接触，对于性的表达，有时候不只是性，对于接触的那个表达，有那么深的一个需要，甚至变成商品化，对吗？好，所以这是其中一段他打出来的广告，我觉得很有意思，念给大家听。为单身男性提供理想的成人伴侣，为摄影人士提供完美的模特，为手办爱好者，我还看不懂什么是手办呢？手办好像只是那个还没有上漆的那个模型啦，指那个模型，提供终极的手办，为孤独人群提供归属感，为追求完美的人提供了一个最佳选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广告词？安利这样的广告词有合格吗？以行销学的角度，最后你说传道，你是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在这边已经听你讲1个小时了，对不起。最后我们再回到信仰当中了，我想你所可以提供到的这个上帝哦，他并不是一个 AI， 他并不是一个提供你金钱跟舒适的地位的一个上帝，他要跟你互动，而且他心里有你的一个你的影子。我不知道你现在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会问谁？你会打电话找朋友讨论吗？你会问你爸妈吗？你问你有伴侣或你最亲爱的人吗？还是你会打开手机，嘿 Siri， 嘿 Google， 然后 Google 一下，看一段影片哦。这段影片绝对有这个行销的成分哦，但是现在我都从商业广告去抓。我们看一小段这个影片哦，讲到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影片画质不是很好，请见谅一下。只有英文字幕。So has technology gotten in the way of your relationship? Absolutely, it's 说 definitely 现 an 在 barrier 只有 to connect with my 13%的 son. 孩子会问爸爸，问爸爸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爸爸说，科技已经影响我跟我的孩子的沟通了。好，这是激烈广告了，刮胡刀。All right, so we're testing this incredible new technology. 他说，我们来试试看这最新的科技。 For right now, we've prepped a few basic questions for you to ask. ¿Cómo me pongo una corbata? Empieza con la parte ancha 他说我怎么打领带？ en la derecha. How do I shave? 我怎么刮胡子？他说你的脸有点尖哦，所以要小心哦，刮的时候不要弄伤自己。 This really knows me. 他说哇，这人真了解我，这科技好厉害。 Now you can start asking it some 你 deeper 现在可以来 questions. 问一些更深的问 Wie 题。 frage ich ein Mädchen auf einem Date? 我怎么约一个女生出去？ wie du bist und sei nicht schüchtern. Du siehst gut 他 aus. 说你不要害羞，你是一个有自信又很好的孩子。 Você é esperto, gentil. 说我怎么培养自 Você 信？ pode fazer qualquer coisa que você 他 decida 说你很 fazer. 聪明，你很好。那孩子说，这机器可不可以领养我啊？他好了解我。 どうやってわかるんですか？
这个日本的孩子说：“我怎么知道我爱上一个人？”这科技跟他说：“当你食不下咽、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最后揭露这后面到底是谁？ Oh, you were the voice? 说：“哎，你是那个声音哦。” Sim mesmo? 那是我啦。 Achei que era um aplicativo. 说：“我真希望我有多一点时间，这样可以问你。” 这老爸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给你。你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我真希望有多一点跟你这样聊天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幸运跟你的父亲有这样的交谈哦。我在回想自己跟自己的父亲的，我父亲也是很严肃，但是有几个画面我不会忘记。其中一个是他教我怎么打领带。我记得我在高中的一个家政课，还好不是 Google 教我怎么打，哇！我爸还教我过好多次哦，因为我打一次就是不会打，从下面再穿过来，再到前面，再从前面再弄起来，就好丑啊！打了好几次，我父亲帮我打的领带。我在父亲帮我打领带的时候，我没有哭啊，但是我很感谢我父亲帮我打这个领带。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原生家庭，你有没有这样的父亲呢？或者是不知道各位女性哦，你有没有小时候曾经上过你妈妈或阿姨的化妆台哦？穿高跟鞋，然后自己涂口红，自己觉得好漂亮。你知道吗？这种生命的传递的关系，可能以后科技更方便哦。或许你家里有一个佣人，机器佣人可以教你。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简单影片当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那种生命的传达，即使只是一个轻轻的拍拍了肩膀，只是一句问候，是机器没有办法来传达的。所以这是我对基督信仰，或者是不要讲那么广，我对人仍然有信心的一部分。只要人仍然对于忠于自己的感觉。你说奥古斯丁好奇怪，为什么今天从记忆下手？我不从记忆，我也不从教会历史，我也不从外在的这些圣经下手，因为奥古斯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进入哦，他从里面去追寻上帝，找不到，好像找到一个东西又找不到，开始往上寻找，最后在若有似无当中继续去找，好像找到上帝哦。他对自己的生命非常的诚实，甚至有点诚实过度，把自己的过去过多的丑陋的挖掘过来，好像要抛弃过去哦。所以你说读过奥古斯丁这个人，后来独身了，也弃绝这个性的关系了，因为他在前面的人生的关系有太多性的混乱了。但我一直期望我们并不是要，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追寻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是一刀两断吗？跟你过去说拜拜吗？但至少我想从我们这样的信仰见证当中，你可以去发掘一件事情：你的现在跟你的过去并不是断裂的，还有你的信仰跟你的人生并不是断裂的。你听懂吗？并不是来教会学一跳，然后过去在外面我用另外一套语言跟方式来过生活的。你活着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所有的目的就是在追求爱与被爱，以及我们今天多加的追求快乐。今天是从记忆下手。今天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也是我相信的事实。上帝很希望跟这位父亲一样。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上帝是怎么样，是躲在一个手机后面，躲在圣经后面，躲在讲台后面，躲在你的生命后面，还是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一段会遇？我鼓励你，我自己也真实曾经经历，你可以跟上帝有这样会面的经验。但是你生命当中会不会太多癞蛤蟆跟蚂蚁把你挡住了，把你塞住了，让你忘记去追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一直希望我们在这边聚会哦，能够让你有一点感觉啊。或许这些讯息你去听，
更棒的讲员，读更多的书哦，一起用你更聪明的脑袋，你可以思考出更有逻辑、更棒的一套语言。但是以我有限的语言，但是我只能说用我竭尽我生命的来传达。是，我相信这个信仰对你生命会有产生一点感觉，产生一点不一样，产生一点感动。我也相信这个信仰在后面，等待我们的是那位父亲呢。他不是要让你上天堂，让你酒池肉林呢，他是很希望跟你聊一场天呢，跟你聊一场天呢。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回应。你如果不会唱的话，你可以静静的来听，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可以吗？定睛在你的光中，世上一切别难担，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兄弟姐妹，我们这时候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好吗？我并不是只是要用一点感动的感觉来催逼你哦，但是你知道我们信仰当中如果没有一点感觉的话，你如果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个光，你没有感觉到那个热，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拥抱，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继续来信下去？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时候你要坐在这边、站在这边，甚至听在这边？传道所能传达的实在有限，实在是言语粗俗，智慧不彰。但是如果你从今天的，不论是经节，你从今天的奥古斯丁的老师的见证，还是你从今天的祷告当中，你有一点点感觉的话，我这时候我邀请你，你自己来做一个祷告。你跟上帝说：主啊，可不可以再多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的
感动，可不可以这样对你的热情，或者是好像有感觉到你关心我这样的心情，可不可以再更多一点，以至于我可以走下去，我可以有踩下一步的感觉。我不只是在一个充满数据的时代，我也不只是在士林教会的126年的传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上帝而已，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这是我也恳求圣灵主，你亲自你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认识你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虚空，可能在一些大成功、大失败当中就这样过去了，就在一片叹息、一片鼓励当中这样过去了。我不知道你对你这样的人生感到满意吗？我们这时候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恳求主是不是更多一点把这样的感动来培养我们，不只是在感性上，在理性上面，在装备上面，在你的尾声上面，种在你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这时候我恳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主，你如果是那个幕后的那一位，那个机器背后的那一位，主，你如果是那个记忆背后的那一位，主，你恳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主，我恳求你来背我们的重担。主，也恳求你来燃烧我们对你的热情，特别是当我们从来没有对你有热情的经验的时候，主，我恳求你来燃烧。主，我们来这时候也要把我们的罪恶献在你面前。主，这样的罪并不只是我们犯了1、2个小错，甚至是一些大错，一些伤害人的错，或者是我们没有来教会服侍而已。主，不是这样，而是主啊，有时候我们没有把你当作上帝来敬拜。主啊，我们唱歌说主啊，我们不要用虚假的嘴唇来敬拜你，主啊，但是我们就是常常这样做。主啊，我们说你是父亲，但是主，我们就是没有把你当作父亲来爱你，来追寻你。即使主，你知道这好难，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过你，我们怎么来爱你？主，我们没有看见过你，我们怎么激发出大有信心的荣光、喜乐跟盼望？主啊，你是要我们登天啊！但是主，我恳求你，要是这个信仰是真的，主，我恳求你来培养，也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对你的认识，这样的认知，主不是随随便便的。主啊，不是说好了我来聚会，我来唱歌。主啊，这样的认识是，主啊，我即使在很困难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不想到教会，或者是我到远远的国度，远远离开这个地方来生存的时候，主啊，我会记得呼求你，而且我会知道我生命当中，主啊，我有一个父亲，我要来跟他来祷告。主啊，我恳求你把这样的热心给我们。主，恳求你来培养我们的情感。主啊，不是随时都要很激烈，在那边随便乱喊，但是你培养我们对你有一个真正的热心，也因此培养我们对人真正的对人的感受。主啊，让我们会流眼泪，让我们对人的伤害我们会感到难过，让我们对人的不幸我们会为他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对你，主啊，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只是常常居受唱歌或者来聚会，而是我们心里有一个笃定说，主啊，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你，而且我也愿意这样交给你，而且我要更多的交给你。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不完全，但是主啊，恳求你来得着我，恳求你记得我。
主，我恳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谁也不完全，讲的不完全，我们的领受也不完全，我们的表达也不完全，而且我们有可能很快，主啊，我们这时候的片刻的在你面前的感动，很快就要因为我们的一些限制而收起来。但是主，我恳求你不要停止这样的感动，也恳求主你在士林教会，主啊，你放下的是一个活的信仰，是一个会让人流泪的信仰，主啊，是一个能够让人燃烧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些建筑物、一些团契、一些人在这边唱歌。主，是我们对你会有一个追寻。我们虽然不知道30年后、50年后、100年后，这个教会、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的国家会成为怎么样子，主啊，但是我恳求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会停止，以至于我们不会永远失去盼望，即使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充满各种黑暗。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天，恳求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到奉献跟报告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会长。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夜晚。